能自己决定的事情并不多。画画，多一笔少一笔，境界都不同。做人也是如此。走。你我只是其中的一粒尘埃。我要救他。愿将妖下界，职位斩楼兰。开发随缘，一共分几步？你已经学会把妹了。我们在一起就是3条大腿了，都是垃圾。绝对是。你满了，那我就漫出来了。哇哦！我老婆会打死我的，我老婆也会打死我的呀！我养你啊！别站住！我们的口号是：既要最好，也要最贵。笑死！